恭喜大家，賀喜大家！咁啊，今年嘅賀歲港產片呢就有2套，而2套呢睇落都有翻啲水平喎。咁啊，至少唔使見到黃百鳴啊、王晶嗰啲電子垃圾啊嘛。係啊，係咁搶口噶啦，赤口啊嘛。唔係，初3先係赤口喎，今日初5喎。新年係講呢啲噶啦，我冇嘢講，至揾嘢嚟講啫嘛。你試下冇嘢講啊，你都係講呢啲噶，臭 B。咁今年兩王相爭，我守尾門啊，咁啊做成點呢？翻嚟話俾你知。大家好，我係01，呢個係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嘅頻道。我哋頻道咧會定期推介劇集啦，或者電影嘅影片噶。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嘅你呢，歡迎你訂閱我哋，加入我哋支持一下。我哋有開 IG 啊，有開 Threads 啊，除咗喺上面分享一啲關於電影嘅資訊同一啲我哋嘅睇法以外啦，間唔中我哋仲會舉辦一啲投票 Q&A 活動，會直接影響我哋出片嘅類型或者題材噶。如果你都有興趣參加呢，咁都快啲 follow 埋我哋咯。我哋已經開啟咗會員功能啦，只需要每個月25蚊就可以成為禮貌小寶寶去支持我哋繼續折磨自己，更可以選擇更高級嘅4+4倍行運健康小寶寶，專着非凡。我哋每個月最少都會有4條嘅會員專屬影片噶，想支持我哋嘅你呢，都快啲加入成為小寶寶咯。今日要講嘅呢，就係港產片夜王。相信大家都好興奮啦，見到吳偉倫呢又帶翻成個毒舌大狀嘅班底翻嚟，然後再加埋鄭秀文呢，你都咪話唔期待啊？咁今次又可唔可以好似上次一樣創造神話，達到破億嘅票房呢？坦白講，睇完之後呢，覺得都幾有阻力噶。點解呢？涉及劇透啦。如果你介意呢，我建議你睇完套戲呢，翻嚟再聽我哋點樣講噶。如果你睇完唔介意，就準備好呢，咁我哋可以開始啦。嗱，雖然阿光阿影已經出咗片啦，佢哋以慢才嘅方式去做咗對談，而都冇講到故事大綱嘅，所以我哋可以講一講個故事大綱先嘅。往日花紅花綠尖東嘅夜總會，佢經住時代嘅推演，慢慢開始變得式微，而更加剩翻我哋男主角歡哥最後一間嘅冬日夜總會。可惜咧，佢都要迎嚟變遷啊！俾人買走咗之後，新上任嘅 CEO 更加係佢嘅前妻 V 姐，兩人行事作風截然不同。為點樣經營好一間夜總會呢？佢哋係經常唇槍舌劍，但就喺呢一個時候呢，個天呢又送俾佢哋一個大挑戰。咁佢哋今次能唔能夠安然度過呢？下場又會係點呢？咁啊，留翻俾你自己去睇啦。好，咁啊，新正頭好厚啲先啦，講嗰啲好嘢先，因為套戲都有講啊嘛，亦都相信咧係導演嘅心底話嚟噶，做人開心好撚緊要，而我亦都相信啊，開心對香港人嚟講啦好撚緊要。嗱，我相信咧開心呢一部分咧，佢都算交足功課噶啦。嗱，雖則冇話啲咩好深刻啊，真係好爆笑嘅畫面嘅，但勝在咧佢夠多夠密，而亦都係放晒喺前半部分噶，到後半部分佢哋講認真嘢咧就收起翻個樣啦。嗱，上一套毒舌大狀成功啦，除咗係因為佢個劇本咧夠千錘百煉，但最重要嘅咧係佢幫香港人出一啖氣啊！係可以再睇翻嗰個大家已經忘記咗好耐正義得到超章嘅畫面。到今日我哋都仲歷歷在目，子華神大嗌 Everything is wrong 同埋窮人含撚啊！呢一啖污氣吐得痛快。而夜王呢，嗱佢都有同你講啦，香港人精神打不死，獅子山無論點呢都唔會衰俾班仆街睇嘅。而我亦都相信咧，佢好想呈現翻當代咧好風光嘅夜總會時刻噶。但奇妙咧就係夜總會咧成為咗呢一套電影嘅一個籠牢。所有嘅事、人、情都困晒喺呢個籠牢裏面，乜嘢嘢咧都喺晒夜總會裏面嗰度發生嘅，而所有嘅嘢咧亦都同夜總會有關，應該係話只能同夜總會有關。嗱，我哋就場景數數手指先，嗱，出得一兩鏡嗰啲咧我唔計嘅，夜總會啦、黃子華屋企啦、天台啦，但同時你又記住咧，呢一套戲咧係有非常多演員參與嘅，同一堆角色不斷疊喺同一個地方不斷出現，最終大家嘅存在感一齊被稀釋，令到好多角色都變成咗淨係得名啦、安排劇情啦、方便搞笑嘅工具。嗱，就好似以楊思穎為例啦，嗱，上次毒舌大狀咧，佢嘅發揮機會係多好多噶。
佢個角色塑造啦，有參與推展成個劇情嘅。但嚟到今次夜王咧，大大小小嘅場合咧，你都見到佢有份出現嘅。但問題咧就係佢冇一個舉動咧，一個對白啦，你會記得住嘅。因為咧就係角色不停喺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佢哋朝頭早呢班小姐好似保險咁樣嘅，圍埋一齊開會。到咗夜晚呢，就差不多嘅客人坐差不多嘅小姐講差不多嘅對白。初頭呢，阿倫呢不斷喺度數班小姐有咩問題啦。你以為可能到尾佢哋發奮圖強會有個角色曲線改善咗佢問題咩？咁睇嚟咧，導演呢並非最想去做呢件咁嘅事。佢咪嘥晒所有墨水啦、成本啊去寫好個主角群啊？主角呢，佢係的確厚啲嘅，但係乜嘢厚啲呢？係佢設定集厚啲啊！男女主角兩個呢，都係不斷啊，係咁塞啲設定落去佢哋個身嗰度。你見到阿 Sammy 呢就好成功啦，女強人啦，特登揾埋阿蘇文峰就係話俾你知，佢哋只能夠共到患難，就共唔到富貴嘅。再塞咧，話俾你知佢後生嘅時候咧就係咁嘅，之後因緣際會啦，就由 sales 仔變咗做媽咪，又唔知點解又變咗今日咁啦。但係冇所謂啊，設定嚟啫嘛，你知道咪得咯。就好似男主角阿歡哥咁樣，佢行樓梯有乜意義呢？係咪真係要特登塞個設定落咪咪把口度去講話佢行樓梯咧行到攰死咧就會度到橋噶啦？然後繼續塞設定就係講佢咧好為個夜總會着想噶，好為啲小姐着想，甚至有時咧會作出一啲非理性、非現實嘅犧牲。好似阿倫咁啦，佢屋企要照顧阿爸，所以佢就會將呢個垃圾留喺身邊。更加唔使講嘅咧，就係而家討論度最高嘅葵芳啦，就係靠佢個傻更更嘅反差，話俾你知啦，佢都有困難嘅，屋企人有病。阿歡哥咧，就算係唔睇好佢覺得佢智商有問題，都照借錢俾佢。設定嘅意思即係一個角色嘅歷史背景嚟噶嘛。奇妙嘅係乜嘢啦？男主角咧由開始到完結，除咗同佢前妻好似有復合之外啦，其實佢係冇改變嘅。而鄭秀文咧，佢嘅角色咧只係處境有改變啫，即係可以話佢個狀態咧係有經歷改變嘅，但係個問題咧，佢心態咧都係冇改變嘅。而佢不斷加好個角色嘅設定集啦，不斷喺度介紹角色啦，其實為咗啲乜嘢呢？搭咁耐咧，就係為咗佢最後嘅一場高潮戲，亦都咧就係嗰場老千戲啊！用盡人力、物力、財力推到去最高峰嘅時候，你發現喂咁低 B 嘅喂，雖然係好侮辱夜王但係成件事係好有江文慧嘅既視感嘅。首先第一啦，個熔爐已經發生咗佢個負面效果啦。點解一定要喺冬日夜總會裏面度發生呢？你太子峰咁憎冬日夜總會，你仲要去蒲呢？其實成件事已經好難解釋噶啦。有你最憎嘅嗰個 V 姐呢，又喺個夜總會裏面；有佢條女呢，又喺個夜總會入邊。即係到底太子峰呢個舉動嘅動機係啲乜嘢呢？我真係唔明喎。同埋仲要唔係佢訂位嘅，係何啟華訂位，佢係掹衫尾去嗰一個人嚟嘅，佢係特登去睇下 V 姐點樣喺度掙扎求存緊，定係去佢女朋友做緊嘅嗰個夜總會再指明翻去，再包翻去中，佢覺得成件事好浪漫呢？因為其實你咁樣設局，你大可以分開幾日做噶，甚至應該咧要喺唔同嘅地方咧去做嘅，等佢四方八面咧都係收緊一個錯誤嘅資訊，但反而咁咧係更加能夠鞏固佢對呢件事嘅信任程度啊！但只係冇辦法啊，夜總會係一個熔爐嚟噶，所有事都只能夠喺裏面嗰度發生，所以先會出現咧佢一個接一個去質問個小姐你聽唔聽到嘅呢個劇情啊！張台咧係同時有幾個男人俾幾個小姐 serve 緊噶，而啲小姐都好明顯佢唔係嚟緊翻學啊！有咩可能亦都有咩原因佢哋不約而同會記得同一個男人佢講過啲乜嘢呢？唔通真係一個人有兩隻耳就可以聽到兩件事？同埋點解佢覺得是但叫佢女朋友走入間房去就可以聽得晒人哋講乜嘢呢？唔怪之得12怪度有一個人係擅長竊聽啦，原來真係要擅長啲嘅。同埋你講到阿太子峰咁謹慎啊，咁唔信任人啊，你喺佢面前跌個耳機出嚟，佢唔會執起戴落隻耳仔嗰度？
你仲要話呢個係一個助聽器，你冇話呢個係一個抽濕機。但我哋唔好深究壞人點解會中計，金遠山點解又會幫多一次淋涼水。最緊要係正義有獲勝啊嘛，壞人得到報應，係咪我哋真係得到呢一種感覺呢？咁首先要問啊，太子峰，你係咪真係覺得佢係一個壞人呢？係嘅，老實講，同主角只要但凡對着幹，你就一定係壞人嚟噶啦。但只係呢一個壞人呢，佢壞得好突然嘅，同我部吸塵機一樣，佢突然間有一日就壞咗啦。而到最後呢，壞人嘅下場呢，亦都被稀釋，好似同我預期想得到嘅嗰個感覺有少少唔對等喎。但係開心先係最撚緊要噶嘛。睇完套戲開心啊，功勞裏面一定有黃子華噶啦。老實講，佢唔講嘢，企喺度我都開心嘅。阿倫啊，佢真係算係帶住晒成套戲嘅幽默節奏噶啦。鄭秀文呢，我覺得佢有3個狀態嘅。柔弱嘅時候，喺屋企嘅時候呢，我覺得佢好有孤男寡女 Kiki 嗰個感覺。到佢有自信啊，同人傾偈嘅時候呢，就好有左眼見到鬼何麗珠嘅感覺。而佢爆發嘅時候呢，亦都係我最唔中意嘅時候嚟噶。佢好似呢，唔能夠好準確咁拿捏到力度。令我諗起世間有他啦，或者流水落花時候嘅佢，一嗌一喊，嗰個喉嚨聲全部都推到上最高火力。變相咗呢，我係驚佢而並非可憐佢。總括嚟講呢，佢係一套唔錯嘅賀歲片嚟嘅。但係如果佢想超越或者追上毒舌大狀嘅話呢，我相信有啲難度啦。同我一樣喺新年嗰度呢啲電器就好似太子峰咁會突然壞咗嘅你呢，歡迎 CLS、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做齊晒上3樣嘢話俾你知啊，我都有攬住我部戴森吸塵機同佢講，點解你要變得咁壞啊？更多嘅 super fans 課金或者做會員去支持下我哋呢一個 channel， 真係要多謝所有會員嘅支持。特別係班死嘅啲死唔去嘅行運健康小寶寶，你哋嘅支持呢係我哋做片落去嘅動力嚟噶。亦都祝所有嘅觀眾，包括我自己，新年行大運，事事一定要順利啦。我係01，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啦，拜拜。